头新义乡石木村白天做天天起飞的民众，南北爱安置提南头市，不过也批永久屋都今目前开始动工。今年南投县政府屯附近的建筑师，过一摆来到石木村屯居民沟通，把高府乡亲对永久屋的规划无乜嘅太大意见。不过大多数乡亲还是想讲，係認為永久屋因人的生活會有問題。 但是这个整个建筑师详細嘅說明所有嘅建築結構同每戶嘅空間規劃。一批永久屋嘅素材是透過南投市區按算起120戶，對居民嘅意見，建築師們一概回答。經過呢場說明會，居民已經對永久屋嘅部分有詳細嘅。太地要起哪款呢？地都嘅西部規劃，阮總條嘅村民可有乜嘅意見無？太地來講，大家溝通啊，同好。村民哋啱啱希望吼，了荒廢了縣政府吼，較加樓梯裝好來，較加樓屋起來，我哋了最大願望就話屋實起。不過，大部分嘅居民對未來嘅生活同現有嘅屋還係有疑惑，但是村長認為應該先求安全，過來考慮其他問題。另外，多場關心嘅業議員咪講，你下冇人敢保證未來會有乜嘢樣嘅變化。足濟位慢車講吼，咱就先把厝摕着，後續咱再過來就安尼甲咱配合吼。我甲陳議員攏唔敢去甲恁答應講，這厝會甲恁聽，是講厝會聽，真係唔敢答應。雖然天一批嘅永久屋，你下已經有初步嘅傾勢，是開始起嚟，村民正研究總算有結果。不過，大家還係正煩惱未來嘅生活同生產問題，因為冇人實本見到而家明確嘅答案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